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邀请各位，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聚会，能够将你的手机或者转为震动，或转为静音。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安静心，我们一起同心来敬拜，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来到神你的面前。愿主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因为你的爱让我们在黑暗中能够不仅看到光明，也让我们的生命有些时候在绝望当中不仅能够看见生命的盼望。我们特别在今天恳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怜悯我们，救赎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是主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愿意他来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生命的王。主啊，我们要晓得唯有你能够修复我们与神的关系，除了你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夺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应许。求主你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不仅能够享受在神你的平安恩典当中，也让我们能够成为神你所喜悦和平的使者。谢谢主，我们再一次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仰望神，愿主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用神的话语，不仅用神的喜乐的生命来荣耀他，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来赞美神，是何等的荣耀神。我们一起起立，在神生命当中有那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让我们全心全意在神的面前来称谢耶稣基督。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在我们再开始再继续来唱一次的时候，邀请你我们彼此互相请安，跟他说神祝福你，愿神给你永恒的盼望。我们一起彼此请安，神给你永恒的盼望。我们一起彼此请安。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
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是我们生命唯一的盼望。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敬拜你，我们恳求你圣灵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每一次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是仰望神的恩典，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生命的盼望，也是我们生命的亮光。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的敬拜，我们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主。恳求你来恢复这个世代，重新拥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感到软弱、感到孤单、感到凋零、生命无力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因为神而重新得着力量。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敬拜里面享受到神的爱。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让我们称谢你，让我们称颂神的作为。谢谢主，感谢赞美主，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做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用奉献的行动，是为要回应神的恩典。如果你不认识上帝，那你希望能够得着更多丰盛的祝福，也期待你用你生命的行动的回应，来见证上帝在你生命当中要给予你更多丰盛的作为。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奉献的诗歌，我心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对主说，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牧师来做大桥教会相关消息的报告。在我们明天以后我们明天以后会后那请我们下个礼拜有参加圣诞市集的同工朋友，让我们一起能够在下午我们会后我们要一起团练一起团练这个大合唱的诗歌那邀请弟兄姐妹能够一起留下来。那我们在下午1点的时候，我们会参加同工的讨论会议。那如果你愿意能够参加现场的
这个摊位的侍奉，或者是这个叫做加油团呐哈。我们实际上下个礼拜的市集有分2个族群哈，就是一个族群是担任这个摊位的服侍帮忙者，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加油团，就是说因为我们会有摸彩，也会有节目，所以我们底下需要有一些弟兄姐妹哈。我们不是来参加完，然后看一看我该买的东西买完了，我们可以在那边吆喝哈，那制造一些这个热情呐哈，让更多这些里民路过的朋友能够一起参加。那我们在下个礼拜6呢，我们华语礼拜暂停一次，也鼓励大家能够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一起在会后的时候一起去左邻右舍发放这个圣诞蛋糕。好，那之后我们就中午回到教会这边做圣诞的爱餐。所以如果还没有填写这个圣诞中午爱餐的弟兄姐妹朋友，邀请大家能够去做填写哈。我们这一次是做buffet啦哈，所以邀请各位能够邀请你的朋友跟家人一起来参加。那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大家能够拿自己的碗筷，好，我们教会的这个卫生用品不够，所以也请大家能够自行携带碗筷哈。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也是我们进入代降主日的第3个主日。那平安的君王，当我们的生命在进入第3档代降主日的时候，也是宣告耶稣基督再来，他的生命所要带给世上的生命的救主，也是救恩。当我们要宣告那喜乐所带来的生命的盼望，所以我们在今天牧师要带领大家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到第7节，谈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画面，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孩子赐给我们，他的政权担在他的身上，而且他名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和平的君王。耶稣基督他正是这位预言中的平安的君王。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耶稣他诞生在这世上所带给我们的生命的盼望的理由是什么。所以我们再一次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到第7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今天这段圣经节，他谈论到以赛亚书它的背景当中，以色列百姓他们经历过一个很重要的黑暗跟困苦的时期，所以在当时候的百姓，他们因为这个苦难，他们必须要在那当中，因为罪恶而悖逆了上帝，甚至受到的外敌的威胁，而在那当中，他们必须经历了在灵性上的黑暗面。所以在我们现今的世代，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新闻媒体，包含整个台湾的社会，都好像正在进入一个我们未曾碰触过的领域，也是全台湾人民在唤起的一个意识。所以我一直在发现说，今年圣诞节，当我们在期待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好好去正视去看待我们所处的环境。当耶稣要再次为我们诞生的时候，你如何看待耶稣这一位奇妙的君王？他如何为我们诞生所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当他们的民族正经历在黑暗当中。什么黑暗当中？因为当时候北国以色列因为拜偶像，他们背弃了耶和华上帝的圣约，他们的灵性破坏败坏，而使得他们的国家进入了困境里面。所以你要了解一个国家的人民会在困境当中，我觉得上帝都是在那当中要掌权的因素所以我们要重新去思考，当以赛亚书这些百姓，当他们在与这个国家的拜偶像当中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不相信这位上帝要如何掌权呢？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些以色列百姓，当他们不愿意去听先知的警告，而去倚靠，他们宁可倚靠那个旁边看得见的国家了。好，譬如说就像台湾，我们现在就会想要倚靠谁？好，倚靠美国，或者是更强大的欧盟，甚至更多的世界的人的支持嘛。可是我们基督徒看到台湾的困境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在祷告里面，我们要求告神。因为在当时候北国以色列，他们知道他们拜偶像，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应该要拜上帝，要敬畏神而向神祈求。所以当时候他们悖逆，国家经历到这个黑暗。那政治呢？国家也是一样，他们内部开始混乱腐败，甚至当他们的领袖国家的领袖，他们滥用权力而压迫百姓。而当外来的敌人还有谁？当时候的亚述帝国。所以当时候的亚述的侵略，其实带给他们极大的恐慌。所以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你有机会看第9章第1节，里面谈论到西布伦地跟拿弗他利地，正是亚述帝国侵略而沦为苦难的地区啊。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今天看第9章当中，我们看到百姓他们处在这个战争的威胁当中，民不聊生，国家资源不断的在耗尽的时候，经文在今天以赛亚书第9章第5节里面，其实你会看到这里经文没有提哈，在9章第5节，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表明了当时候他们所面对的生活常态，就是在那种恐慌。所以有没有感觉上有点像台湾现在的处境？有没有？好，当国家开始要进入民主自由的这个意识的环境的缓解的时候，台湾的基督徒，我们应当做什么？我觉得我们应当要好好的去思考，当我们的环境在变化当中，就如同北国以色列，当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所遇到，不管是内部的或者是外在的威胁当中，他们是生命会缺少盼望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经济上遇到困难，你会不会失去盼望？会啊，你会想说怎么办？我这么努力，可是还是这样。我的功课也是一样啊，我那么努力，但是还是一样啊。以前我读书的时候，我时常祷告，可是我就觉得我考试好像没有考运一样。人家说考运啊，但是我觉得我也很认真祷告啊，可是我忘记了，我不晓得原来我还有一些因素。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过敏反应，所以我时常打瞌睡哦。我都一直时常说，主啊，让我的生命能够不一样，不要为了睡觉，因为很容易打瞌睡。我一直到27、28岁的时候，我一直祷告神，我终于找到我自己这个打瞌睡的原因。好，我们都知道牧师对鸡蛋过敏，好，那我过敏的反应就是嗜睡。那当时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福音，因为当我在我的工作上面，我急需要克服，我到底为什么会一直想打瞌睡？所以我感谢主，在我27岁的时候，我的生命就又不一样了。神让我找到一个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盼望，就是期待自己的生命能够有更多能量，能够为主做美好的征战。所以当时候，其实在以色列百姓，他们面对这个环境的黑暗跟困难当中，以赛亚先知在第9章，他特别呼吁这些百姓，在生命当中，弥赛亚的到来是要带给我们生命的亮光。所以以赛亚书第9章，如果你手边有圣经可以看，以赛亚书第9章第2节，他说：行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了他们。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弥赛亚的降临，他会带来给我们的是属灵的亮光啊。所以我不晓得每一个基督徒，当你在期待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的诞生，你是在期待什么？是单纯期待教会可以大家一起好像布置漂漂亮亮的，有美好的灯光而已吗？或者是期待你能够参加教会的圣诞节的活动很开心吗？下个礼拜6我们要去到这个大桥里活动中心，牧师一直在祷告当中，为每一位弟兄姐妹，为这一次的活动，到底要带给每一个参加的里民、乡民朋友，到底他们的生命是否能够因为参加这个市集活动，因为看到大桥教会或南台教会的弟兄姐妹，
脸上是充满盼望的，还是脸上是充满的难过，然后敌视，或者是充满尴尬，或者是充满那一种无力感？我时常在想，当我们为主在办理一个活动也好，我们就要好好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是靠着弥赛亚这位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的生命如何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到弥赛亚生命的救主，他带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弥赛亚所带来的是一个和平。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重担，对不对？好，其实在旧约的时候，耶稣还没诞生哦，以赛亚这个先知他就已经预言了，好，预表了这一位弥赛亚所要带给我们的生命盼望是什么？他要第一个担我们的重担。所以你是否愿意把你的重担交托给耶稣基督，还是你是单纯靠你自己？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好，很强势的人，我的学习能力应该是非常强啊。好，各样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觉得只要我时间足够，我都愿意去学习各样的能力啊。可是当我出车祸以后，我发现，原来我的身体后面背后有一位创造我生命的救主，唯有他可以帮助我，已经不再是单纯用我的意志力来决定我所要学习成长的事情，而是更多的交托，更多的仰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弥赛亚这位救主所带给我们生命的国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公义的国度，什么样子的和平的国度？我们要一起来了解。在圣经里面，他特别提到，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句话彰显了弥赛亚的降临是上帝的恩典，而这个婴孩既然也是一个人，但是他也是神啊。所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显明了上帝他有2种的身份，就是跟我们一样，就像人一样。好，那人我们想到哦，所以上帝也跟我们人一样很软弱咯？不是，上帝是他了解我们，跟我们人一样。我们人有没有难过？有没有不足的地方？会。所以你不要想说上帝不了解你，你要想说你了不了解上帝的心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是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代表的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诞生，他既是人也是神，表明了他的双重的身份。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表明这位弥赛亚救主，他是掌管一切的权柄，在他的国度世上的短暂不完全的政权是有所不同的，他的统治的权柄，他的永恒是完完全全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无论是在世上你是做什么样的领导者，你再有能力的人，你都要了解我们的重担都要学习交托给神。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把你的重担学习交托给神，把你的重担学习交托给神。所有的重担交托给神，你就会学习更谦卑服侍神，更谦卑的为主而活，更谦卑的为你所要努力学习的生命来迈进。所以弥赛亚他有什么样多重身份的属性呢？第一个，好，我们圣经节教导我们，第一个，奇妙的测试。什么是奇妙的测试？也就是他有智慧去解决人类一切的困难呢。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我们都要时常祷告？祷告说：主啊，我知道你是蛮有智慧的神，好，我的智慧不足，求你赐给我们。这就是我们要求取智慧的。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王他求的是金钱还是什么？智慧。可是神也有没有给他财富？也有哦。所以不要去求那个世上的眼光看起来好像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智慧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这个弥赛亚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全能的神。这个全能的神是什么？他拥有创造跟拯救的能力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国家
当我们看到国家有很多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们基督徒不要去向人家去做一些好像八卦啦、谩骂啦，不需要。基督徒要做一个更成熟的基督徒。看到环境，不管是看到任何的政党，我们都要学习做一个倚靠神这位全能的父神，他如何为我们创造一个新的道路。第三个，这位弥赛亚他的另外一个，他也是一个永在的父，他对他的百姓和父亲般的永远不变的爱。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时常倚靠上帝，当救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觉得你的生命当中那个爱人的心会更大、更丰富，而且会更勇敢的去爱一个不足的人。好，第四个，弥赛亚他的另外一种属性就是和平的君王，他带来的是一种全方位的、超越人能够理解的平安。所以呢，我要问你啊，你觉得一个基督徒啊，他在他的环境里面，你觉得你应该要代表什么样，表现出什么样的基督徒？我曾经看过有些基督徒，他去到有一些有争执冲突的环境里面啊，通常都会跳开来了，都不敢在那里面跟大家一起啊。你觉得这样可以吗？还是你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基督徒？哪一种比较好？啊，哪一种比较好？让大家去思考。我的话，我觉得，当我遇到我的团体、我的朋友、我的学习的这些同学们、朋友们，有任何的冲突，包含我的家庭哦，我都很勇敢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爱人家说你很鸡婆，哦，你都什么事情你都敢来去敢插。我从小的时候就会这样哦，在国中时期，我就很喜欢去探索，而且很喜欢去询问你们到底在吵什么啊？然后他们就会说：“啊，你问那么多干嘛？”没有啦，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我是这种心情哦。我也曾经被人家赶哦，好，甚至我也曾经去到那种在路边看到有人在吵架，我是很自然就会过啊，你们到底在吵什么啊？那曾经我的父母亲曾经跟我讲说，现在的社会要特别小心。好，那后来慢慢的，我就越来越有智慧，怎么去判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依靠的上帝耶稣基督是带给我们生命的救恩，是和平的君王。那么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因为耶稣基督能够带给别人平安呢？所以我觉得基督徒不能够单纯只有自己享受平安呢，也要能够怎么样？要去带给你的家人朋友平安呢。所以如果你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有任何的冲突跟瓜葛，你一定要试着去沟通了解。然后试着把你的这个问题能够浮出台面跟他谈论。不好意思，请问我是哪里做的不够？我是在哪一方面还不够努力？是我的问题吗？还是什么你不了解的地方？我愿意多跟你分享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互动跟沟通能够帮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很重要的一个使命的工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这位平安的君王。耶稣成为带来和平的君王，他来是要做什么？他来难道不就是要修复人与神的关系吗？以前在旧约的时代，大家都知道有一位上帝，有一位耶和华，可是好像大家都不是真正体会到有这位神的存在。所以到后来，人在罪恶当中，其实上帝不喜悦，要透过耶稣基督赏赐到这个世上，让重新连结了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是透过什么？十字架。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说十字架那个横的是代表什么？人与人的关系，而直的部分是人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了解耶稣如何成为带来和平的君王。第一个，他修复了人与神的关系。罗马书第5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了。所以耶稣的降生为我们受死复活，使人从罪的咒诅当中得着释放，恢复了神跟我们那个需要的和好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平安不是单纯外在环境得来的，而是必须跟神亲密的关系当中去带来的。好，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因为相信而得以称为义人啊。
不是因为你受洗而得以称为义人啊，不是，是单纯因为相信受洗而成为得以称义。第二个，耶稣如何为这世界带来和平？我们要知道，他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个隔阂。以弗所书第2章第14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带来的和平不单单是个人的内在的平安，而是一种跨越文化、人与人的这个意见不合的观念、意见、想法。所以我觉得现在你们要好好的为台湾，为我们身为台湾人来好好祷告。最近媒体都在谈论的叫统战，有没有？国与国的关系，我们要更明确的看见，我们是属神的上帝国的百姓。那么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要如何站立在上帝为我们赏赐的这个福尔摩沙岛，也是台湾这片土地上，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去陈述，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属神所爱的台湾国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是宇宙性的和平。你有没有发现？我觉得我现在身为台湾人，很倍感荣耀。我在小时候，我每次在谈论说，妈妈，为什么我们要叫中华民国啊？为什么我们不叫台湾呢？我小时候就在问了。那为什么对岸那个中国他们不认我们啊？或者是说他们为什么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国？为什么我们怎么样？我的父母亲说囡仔人卖欧北贡，他说不能讲所以在那时候，我小时候我就觉得说，奇怪呢你们这些信上帝的人，每天在上帝面前说称呼主掌权，主掌权，可是为什么感觉你们的生命好像活不出主掌权的生命啊？到现在我就发现，哇，我很感谢神，台湾有许多为台湾争光的，为台湾去踏出去。所以这个礼拜大家都应该知道有2位，一个是在中国内地，另外一个是在台湾在花莲的一个 YouTuber， 他们陈述了，勇敢的说出了台湾人的心声。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如何做？来，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25节，因为基督必要怎么样？作王啊，直到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这就是应许啊。所以难道基督徒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更应该要勇敢吗？为主做美好的征战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主做美好的征战，我们要好好的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活出什么样的生命。第一个，接受耶稣作为自己生命的主宰。不一样认识相信耶稣跟接受耶稣是不同的相信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是一个思维。另外一个是接受作为我生命的主宰，也就是说你不是依靠自己了，是让耶稣来掌权你的生命。所以哥林多前书第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不是旧的了，是新的。你这个人的生命不一样了，你会承认自己是多么的渺小、有限跟有罪，而愿意接受耶稣作为你生命的主宰，不再是靠自己，而是靠耶稣来救。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第二个我们应当活出什么样的生命观呢？第一个，成为和平的使者。马太福音5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你们是不是神的儿女啊？跟你旁边的人说，看一下，你是神的儿女吗？神的儿女会蒙福，对不对？那如果你要做神的儿女，被称为神的儿女，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啊，不是落跑的人遇到环境有问题，遇到人与人的冲突，我们是不畏惧的，我们要更勇敢要使人和睦。所以在这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寇蒂斯马丁Curtis Martin 他是美式橄榄球的运动员，他也是一个天主教的信仰
好的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曾经在他的职业的生涯当中他在亲眼目睹他的母亲遭受这个家庭的暴力，他对生命当中充满许多恐惧跟害怕。他曾经说，他说在遇见耶稣以前我无法找到生命的意义跟平安在他大学的时候，因为朋友的邀请，他开始接触了圣经跟天主教的信仰。他在牧师的指导当中，他明白了耶稣为罪人死的意义，最后他接受了洗礼。他形容耶稣，在耶稣里面，他找到了一种无法动摇的平安那个静瑶，你现在来到教会，你会不会感觉心里面有一种平安的感受？会不会？每一个人都要去体会这种很重要的感受。当我们来到教会，是单纯的享受呢，还是感受到那种平安？我觉得那种平安，就是我们要去认识那背后这一群人、这个环境所带给我们的平安的理由是什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 Curtis Martin， 他在他生命当中，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在他生命当中极大的压力跟逼迫里面，他勇敢的坦然在面对他的生命，所以他后来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他成立基金会，帮助许多贫穷的家庭跟青少年，所以他的人生见证了基督所赐给人的平安，不仅帮助到他，也让他的生命去帮助到更多的人认识了他生命的价值。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不单单你要从神的信仰这份救恩的信仰里面得着生命的救恩，你要让你的生命真实的，让你的生命能够为这个社会，为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带来生命的盼望。求主赐福我们，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独一也是很重要独生子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和平的君王。因为你的爱，让我们在黑暗当中不仅看见了生命所应当看见的光明面，也让我们在绝望当中找到了生命的盼望。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何等的有罪跟有限，求主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不义，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的平安，被你的圣灵所充满。主耶稣，我们欢迎你进入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你能修复我们与神的关系，除去我们内心的罪恶与恐惧，赐给我们是真正的平安跟安息。愿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不仅能够享受你的平安，也能够在这破碎的世界里面成为神你和平的使者。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在下周因为是圣诞节的庆祝活动，我们下周六的华语礼拜暂停1周。愿主赐福你，也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